自2026年3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身体清净的活水江河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7章25节到52节。有一寡耶路撒冷的人伫讲，即个敢毋是因想要杀害迄个人？你看，伊公开伫讲话，因嘛无讲啥物甲伊反对，兼讲遮个官长真正知即个人是基督。毋过，即个人的来历咱拢知，基督来的时，无人会知伊对倒位来。耶稣伫圣殿伫教示的时，大声讲：“恁捌我，嘛知我的来历。不过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来，找我来迄位是真实，恁却毋捌伊。我捌伊，因为我对伊遐来，伊找见我来。因就想要甲伊掠，不过无人下手，因为伊的时还未到。”群众的中间有真侪人信伊，讲基督来的时，减会比即个人行较侪新约。法利赛派的人听到群众私下伫议论耶稣的代志，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就派圣殿的警卫去掠耶稣。耶稣讲：“我阁甲恁做伙无偌久，就要转去找我来迄位遐。恁会找我，毋过找袂着，因为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”犹太教的领袖互相讲：“即个人要去倒位，互咱找袂着？伊想要去四散，伫希腊城市的犹太教民遐去教示希腊人是无？”伊讲：“恁会找我，毋过找袂着。佮讲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这是啥物意思？”做期的最后迄日，嘛是上重要的日。耶稣徛起来，大声讲：“喙焦的人，就来我遮啉。信我的人，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对伊的腹内冲出来。”耶稣安尼讲，是指信伊的人得要领受的圣神。迄时，上帝还未赐圣神，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光。群众的中间有人听到这话，就讲：“这人真正是迄位先知。”阁有人讲：“这人是基督。”不过嘛有人讲：“基督哪会对家己而出？”圣经敢毋是讲基督是大笔的子孙，是对大笔的故乡必然行出。安尼，群众因为耶稣的缘故起纷争，其中有一寡人想要掠耶稣，毋过无人下手。圣殿的警卫转去见祭司长甲法利赛派的人，因就问警卫讲：“恁哪无甲伊押来？”警卫应讲：“毋爱有人讲话，亲像即个人。”法利赛人就对因讲：“恁嘛互伊袂去哦。咱的官长也是法利赛人，减有人信伊。即阵毋捌律法的群众是受咒诅的。”法利赛人的中间捌去见耶稣的尼哥底母，甲因讲：“照咱的律法，无先审问，搁查明人有做啥物，敢会当甲伊定罪？”因就讲：“你嘛是加利利来的是无？你查考圣经就知，加利利毋捌出先知。”对身体清净的活水江河。伫大利亚做祭期的最后一天，是祭典仪式上隆重的时刻。迄时，
耶稣踮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接着圣殿礼仪的进行，向群众宣告：人喙焦的人着来我遮啉，信我的人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对伊的腹内涌出来。耶稣用这回应耶路撒冷当局甲犹太人民对伊的评论。耶稣究竟是谁？是使徒约翰见证耶稣的事探讨的主题。对经文通读到，侪对耶稣的评论拄在持续发酵。当有人表示耶稣是好人，就有人讲毋是，耶稣是在煽动群众。当有人揣测这人无受过教育，哪遐尼有学问？另外有人将事化，污蔑讲耶稣是互鬼附身。面对各样的评论，耶稣讲：恁会找我，毋过找袂到，因为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表明要找耶稣用人的方法是行袂通的，因为伊无存在伫人间政治权威、传统习俗和自喜的经验中。要认捌信仰，咱检采通用各种社会科学，对上帝创造的社会甲人的本性去了解。总是想要真正认捌信仰，最终一定爱找求圣神的引带。若无圣神的感动，人只会用家己的眼光，按家己掠做对的理解去认知信仰，最后做出安尼的假是真恶的结果。人要安怎才会当认捌耶稣？耶稣提供的第一个方向是：决心实行，才会当明白上帝旨意。其次是人喙焦，喙焦并毋是无水通啉，因为安尼即句话毋是指每一个人讲的，是指迄喙焦的人讲的。耶稣伫拯救即件代志顶面无惊神热，是要互人看见迄神秘的权能就降服。耶稣也无行政治做王路线，互人顺服政治的权柄。耶稣等人喙焦的时，才呼召伊来亲近家己，啉迄互人永袂搁再喙焦的活水泉。基督信仰毋是一种技术，互人通对上帝遐得到家己渴望的祝福。基督信仰是互上帝对咱心上得到伊想要爱的，因为安尼咱需要理解，上帝希望甲咱的性命有连结，用安尼作为动力，咱才通较无亲近耶稣的救恩。喙焦毋是因为对水的渴望，毋是要互家己的渴求满足，是明白上帝对我的心意，进而愿意接受伊借着耶稣救赎我。因为安尼，珍惜生命的喙焦，毋是因为欠缺，是较无甲主搁较亲近。上帝赐予咱的恩典是活水，是咱的心感受伊的救恩来领受的。因为安尼的喙焦，咱才会当幡然唱出迄永袂孤单的活水。默想，我安怎理解上帝较无甲我建立关系，搁较大过我对伊的渴慕？我安怎理解上帝较无甲我建立关系，搁较大过我对伊的渴慕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愿你拍破阻碍我亲近你的迄道墙，互踮旷野底找你的我，通得用欢喜唱出
迄对石盘冲出来的甘甜泉水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